有請兩位靈魂人物，第一位係編劇、作詞、導演李敏女士。接住落嚟係聯合監製、作曲、編曲、音樂總監嚴勵恒先生。我希望我爆喊之前可以講晒我想講嘅嘢。3年前啊 ，Johnny 打咗個電話俾我，佢話有冇興趣同東九文化中心做一個實驗？呢個實驗就係 ArtTap Musical。做到今晚係最後一晚，當中真係經歷咗好多嘢。我好記憶好深。但係每一次遇到困難嘅時候，我都諗起嗰份師傅。佢所推動嘅光傳送嘅艱巨，其實我所遇到嘅一係微不足道。好多謝我嘅團隊，東九文化中心嘅各位同事。同埋幕後台左台右後邊嘅，通過呢個嘅一啲推前啊，一啲私人嘅導演講嘢嘅啲陪我完成咗呢個實驗。最後多謝各位觀眾，因為頭先我聽到有位觀眾佢睇咗15場。我好想多謝大家俾機會我哋去再傳揚高錕先生佢嘅 goodwill 同埋完成佢嘅遺孀高太嘅願望。我好希望喺不久嘅未來，我哋嘅團隊可以繼續發放一束光。好多謝大家入場支持，呢個係對我嚟講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時刻啦，因為大家見證住我嘅音樂劇嘅誕生，好多謝大家嚟支持。有幾樣嘢咧，好想同大家分享下，咁所以都要揸住個notes 睇下。首先咧我好想喺呢度真係好衷心咁多謝台上嘅每一位戰友，同埋台下嘅每一位嘅工作人員。香港喺呢個月入面發生咗好多事，我哋嘅心情咧都當然會係好沉重嘅，但係各人都真係緊守崗位，非常之專業，都係為着喺呢個劇場上邊可能帶俾大家一啲嘅安慰、一啲慰藉。咁所以我好想大家借住你嘅掌聲，多謝台上嘅每一位，同埋台前幕後嘅每一位工作人員，多謝你哋。另外一定要多謝呢一位好叻嘅女仔 Erica 李敏導演。即係冇佢咧，係真係唔會有呢一個咁精彩嘅劇本出現，一個咁既有娛樂性，但係又有教學意義，又每一次令到團隊都好想翻屋企嘅時候就攬住你嘅屋企人食一啖嘅一個劇本，我真係覺得非常之多謝你。另外我哋要再講清楚多一樣嘢嘅，就係 Erica 真係今次喺呢個劇入邊遠比一個編導所做嘅嘢為多，所以好多謝。另外當然要多謝文體旅局、康文署同埋東九文化中心嘅邀請啦，去我哋去製作呢一套嘅全新嘅作品。咁點解我要特別帶出呢個全新嘅作品係東九邀請？因為呢3年嘅時間，實在我哋要好多謝東九每一位嘅同事，係真係照顧到我哋係貼地，由安排好多好少嘅嘢，去到一啲好大嘅事情，我哋都日日不停咁樣去揾佢哋去重複啊，咁跟住又真係完全係幫到我哋非常之多，所以好多謝你哋每一位。
成個團隊都面對非常之多嘅唔同嘅挑戰，高高低低、起起伏伏。但係我哋嚟到今日，我哋所有嘅人都只係有一顆非常之感恩嘅心，因為我哋終於完成咗呢一輪15場嘅演出。所有嘅嘢都係被愛包圍住嘅。好老土咁樣講一句，但係劇場真係充滿住愛，而你哋就係呢一個愛嘅一部分。所以我好感激你哋，亦都感激我所有嘅戰友喺台上面經歷過所有風風雨雨，因為大家都見過好多technical嘅嘢，好多修改嘅上嘅嘢，不停係冇停過，直到最後一刻我哋仍然喺度修改緊。頭先開場之前都仲有人俾緊碌屎我，所以藝術嘅創作係唔會停步嘅，所以希望你哋繼續支持一束光高坤啲記憶，亦都繼續支持東錦文化中心嚟緊嘅所有嘅新嘅演出，有好多好多非常有才華嘅香港藝術家等緊你哋去發掘。衷心感謝每一位喺呢15個晚上陪住我哋嘅觀眾、朋友、社會嘅所有人，感謝你哋。最後一句，劇場見。